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阅读测验题型解析及范例。在阅读测验题型里面，我们会提供几种的题型。第一个是文句理解，第二个是填空选择。在文句理解里面，一共有20小题，有些题目会是读一篇文章后回答。那填空选择里面，一篇文章会有8题，我们会提供2篇文章，每一篇文章都会有4个空格，每个空格都有4个选项。那你必须要依照文章的内容以及题意来选择适当的答案。测验时间30分钟，你可以有自行安排你的时间。但是在阅读里面呢，你听不到任何的声音，听不到任何的朗诵，你必须要自己去阅读文章。首先我们看到阅读题型里面的单句的阅读，首先我们看到类题里面的第一题，我出门没带到钱，顾不上留点头家。接下来这个是最后一个空格，这个空格呢，我们必须要依照这一句话里面呢，选出适当的词汇来把它句子补完。在这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关键字在于没带到钱是没带到钱，没有钱；顾不上是只好不得已的意思。那我们来看它的选项：一，查私是赊账的意思；二，低私是记账的意思；三，是钱是用钱的意思；第四，减钱是付钱的意思。我们来看，你既然没有带到钱，那不得已会跟老板怎么样？一定是赊账，所以我们答案就是选一。我出门没带到钱，顾不上留点头家查私。阅读题型里面的第2小题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题目例题是这样的：我要去甲约的来说，也去发留下辈那只甲的意思共用。它考的是意思。这个和这个华语和这个字，跟下面哪一个和的意思呢是一样的。我们来看，甲药的是配合药，是把药呢把它混合在一起，搭配互相搭配，让药性可以用在医治病人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选项，甲该的这个甲，它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交界，就两笔土地之间的交界。所以我们再来看第2个，合作，合作是合作，大家共同努力来完成一件事情。第3，合身，合身是合身，是指衣服很符合我们的身材身形。第4个选项，合意，合意是很符合我们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这4个选项里面，只有选项2的意思是跟这个甲要的甲的意思比较接近，所以我们是选答案是2。